八達通反擊 Uber，全新 Call 車2 4月22號登場，一 App 搞掂截的士兼無縫俾錢。香港的士業終於迎嚟真正嘅數碼轉型。自從4月1號的士電子支付法例正式生效之後，大家搭的士終於唔使四處揾現金。而作為香港電子支付龍頭嘅八達通，4月10號就喺西沙高柏舉行發佈會，帶嚟一個震撼市場嘅消息，宣布八達通 App 終於內置 Call 車2功能，直接踩入網約車市場。到底呢一步會唔會改變香港人 call 車嘅習慣呢？我哋一齊嚟睇下。亮點1：免裝新 App， 八達通 Call 車2 4月22號殺入香港。如果你平時有留意，八達通近年積極拓展海外嘅交通網絡，將呢一套成功嘅經驗帶翻香港。八達通宣布將於2026年4月22號正式推出八達通 Call 車2平台。呢一個功能最屈機嘅地方，在於乘客完全唔需要下載新嘅應用程式，只要直接打開手機本來就有嘅八達通 App 就可以做到一鍵預約。喺車款選擇方面非常豐富，平台一口氣整合咗全港5個的士車隊，多個本地預約平台，甚至係社企平台。乘客可以按需要挑選經濟型、商務型、無障礙的士、豪華型、特大行李，甚至連寵物車都涵蓋在內。交通業務主管鄧翠珊喺會上面強調，新功能主打一站式全自動體驗，call完車到達目的地之後，直接用八達通扣數，全程享受無縫嘅智慧出行，完全唔使再開另一個 app 或者係掃二維碼。亮點2：點解司機會肯用呢？零成本加上轉賬上限狂加至4萬。大家都知道，的士司機以前最抗拒電子支付，不外乎擔心手續費同埋難套現兩個原因。八達通今次可以話係對症下藥，大派定心丸。行政總裁應天琪表示，公司自2018年起一直提供手續費豁免，現時司機開戶、交易費用同埋銀行轉賬手續費將會繼續全免，確保維持零成本嘅大原則。除此之外，更加帶嚟令司機最開心嘅消息。以往司機想將商用版八達通 App 入面嘅錢轉入自己嘅八達通卡，每月上限只係得5000蚊，根本就唔夠日常流轉。所以八達通宣布，由今年嘅6月起，轉賬上限將會大幅調升至港幣4萬元。司機收完車資之後，可以直接轉落自己嘅八達通卡去買餸食飯，令到資金流轉變得極之靈活。亮點3：法例發威，八達通機嘅覆蓋率已經達到全民皆兵。到底八達通喺而家嘅的士界嘅市佔率有幾誇張呢？新聞稿俾咗一組相當驚人嘅數據，目前全港已經有高達49000名的士司機註冊咗商用版嘅 App 或者係配備收款機。呢個數字甚至超過咗運輸署估計嘅46000名活躍司機總數。可以話係接近達到100%嘅全面覆蓋，加上新法例嘅帶動之下，更加迎嚟咗爆炸性嘅增長。4月1號法例生效之後，的士嘅電子支付交易額對比3月急升咗74%，交易宗數更加增加超過1倍。單單就係4月頭15日嘅累計交易額，已經超越咗上年4月全月嘅總和，反映電子支付已經迅速成為的士司機嘅日常收款方式。咁究竟八達通 Call 車2有冇得做呢？市場上已經有 Uber 等等嘅強勁對手。八達通而家先做 call 車，會唔會太遲呢？我認為八達通其實手握兩大殺手鐧，首先係無敵嘅裝機率，幾乎每一個香港人嘅手機都有安裝八達通 App， 咁就大大節省咗獲取新用戶嘅成本。其次係司機端嘅絕對優勢，既然全港嘅司機而家都因為法例要求而配備咗八達通嘅收款機，配合免手續費同埋4萬蚊嘅高額現金流轉上限，司機佔八達通單嘅意願絕對會比接其他要抽成或者係扣手續費嘅平台嚟得高。只要4月22號推出嘅界面夠 user friendly， 定位準確，配合司機嘅高接單率，八達通 Call 車2絕對有力喺香港嘅網約車市場分一杯羹，甚至建立起真正嘅一站式智慧出行生態圈。大家又期唔期待試用呢一個新嘅功能呢？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5G 仲未用，6G 已經上場，2030全面普及，一齊了解 6G 有咩用。大家有冇試過明明手機顯示住 5G， 但係喺地鐵、電梯或者係商場死角仲係會斷線，或者想喺 IG 上面上傳一段高畫質嘅影片，就發現 upload 嘅速度慢到攞命。雖然 5G 好似啱啱先普及，但係科技界已經喺度密謀緊下一場大升級，就係 6G。到底 6G 除咗快之外，對我哋普通嘅用家有啲乜嘢實質嘅影響呢？今日我哋就用最貼地嘅方式拆解呢一項2030年先至會登場，但係而家就已經令到各大嘅廠商爭崩頭嘅黑科技。
6G 乜嘢時候會嚟到我哋身邊呢？根據資深通訊工程師 David Witkowski 嘅預測，6G 預計將會喺2030年左右喺全球範圍內正式商用。目前，國際電信聯盟 ITUR 已經將呢項技術命名為 IMT2030，並且開始制定標準。咁就意味住，就好似當年我哋從4G 升級到5G 咁樣，大約喺2028至到2030年間，市場上將會出現首批支援6G 嘅智能手機同埋終端設備。雖然現有嘅基站設備屆時需要大規模更新，但係咁正係推動全球網絡架構升級嘅關鍵契機，實現上傳同下載嘅對稱速度。喺4G 同埋5G 時代，網絡設計主要偏重下載速度，令到我哋喺睇串流影片嘅時候唔會窒。但係隨住視訊會議、高畫質直播同埋雲端 AI 嘅普及，我哋對上傳速度嘅需求正呈現爆炸式嘅增長。6G 嘅核心目標之一就要打破呢一種不平衡，實現對稱性嘅極速體驗。咁對未來嘅數位經濟至關重要。當我哋需要將大量嘅原始數據即時傳去雲端進行 AI 運算，或者係上載整條影片，等未來嘅 AI agents 可以幫人自動化咁 edit reels 或者係 YouTube 影片，高速上傳速度將會成為最重要嘅後盾。網絡有大腦、AI 節點同邊緣計算大融合。最佳嘅例子係 Robotaxi。6G 唔再只係一條傳輸數據嘅水管，佢將會變成一個擁有智能嘅網絡系統。透過接入 AI 節點嘅概念，6G 將 AI 處理能力直接部署喺網絡邊緣。想像一下未來嘅自動駕駛，例如係最近中國出事嘅蘿蔔快跑，車輛喺行駛過程入面要極速判斷路況。如果數據要傳翻去遙遠嘅雲端中心再回傳，咁產生嘅延遲可能就會造成安全隱患。喺 6G 嘅網絡底下，路邊嘅基站本身就係一個小型嘅 AI 中心，能夠喺幾毫秒之內完成運算，並且給予指令，令到反應速度近乎零延遲。終極超能力 6G 網絡係 AI 雷達。6G 最令人大叫嘅突破，莫過於通訊與感測融合。6G 預計會使用極高頻嘅 terahertz 頻段，呢啲高頻嘅無線電波擁有好似雷達一樣嘅特性，咁就意味住 6G 網絡唔需要攝影機就能夠透過無線電波嘅反射，感知到物體嘅位置、形狀、移動速度，甚至乎材質。咁對監控無人機路徑、城市人流管理，甚至係協助視障人士導航都有巨大嘅潛力。當然呢項技術亦都伴隨住對私隱嘅保護，或者係政權監控嘅問題。當網絡能夠見到物體，我哋需要更嚴謹嘅法規嚟去確保個人嘅行蹤不被濫用。